快拼出来！赶快拼出来！你最上甜中摕个黑马沙。我是因为学要演茶经，所以才学。好客家话诶。哇，茶经它是完全不是客家人，唔係客家人，唔係客家人，我配客家詞。一個是學開封，係咧開封正六嘅。心意我學對係客家人，係咩會講客話？啊，講馬街客吧。實驗啊！收場下場，一生的風塵，用情之後，一行一樣，一行一樣。來上先清後堂，哎，上肩後堂，很清脆。我喜歡你的聲音，我也喜歡你的聲音耶。哎，不要這樣說，還蠻多人喜歡。應該大家都喜歡。鬧熱大擂台，鬧熱衝下來。哎呦，今天係咧鬧熱的特別計劃啊哈！特別計劃，因為特別計劃。那一擺唔係特別計劃，今日正年輕特別咯。今天真的很特別。有什麼特別之處？有就是跟他談了一句敵人。哎呀，今日嘅主題冇空用。主題係乜嘅東西咧？睇下報告啊！很神秘啊，鬧熱狗後站。狗後站，啊！畢竟我們是歌唱節目。好，鬧熱狗後站，你係狗後誒，歌後。哎呀，還有啊，來這個我們要怎麼樣？有什麼特別之處？對，要怎麼比呢？今日喺先本睇一個盲聽一下。盲聽啊！先躺一頭，你有看到咧，有一張門，有冇紅色嘅大門？有槍都喺裏邊，裏邊咧，其實後尾先衝一攤，將油槍給出來。繼續衝。啊，假使講咧，睇一個躺到，你嘅評審欣賞啊，躺到某逢一吃斷永州，我們的有4位以上的評審老師啊。給耳罩戴着，他就有沒有？有看到兩機嗎？就要噴一下，懲罰一下。就是我們要油槍貼喺裏邊嚟衝以後，喺 CV 裏邊唱到冇爽快，冇爽快，你就冇過關嘞，他就被淘汰。音樂就會停下來，對，就冇比衝誒，就冇比衝，他就喪失這個資格。對，啊，有什麼獎勵嗎？很殘忍呢，好殘忍。這樣歌啊，沒有為什麼歌？冇啦，因為你喺歌唱節目啊，因為本太來講來比賽，它有一個標準，有一個緊張感。錯啊，有冇？愛上之後會不會以這個製作單位會不會你有唱出來，就是前奏下衝一擊就耳罩就戴起來，沒有可能，會不會因人而異？這樣一聽，好，我知道大概是誰，然後就趕快就戴起來，就不讓他出來了。所以又要考驗人緣的問題。某一天不一定啊，某唱吉娜啲黑不會發現就看不出來吉娜，黑啊，因為它遮住全部，就光都透不出來這樣。好啦，對，唔單唱有不，你的評審第2篇嘛，評審欣賞，給每先歡迎他。哎呀，彭文成、彭志軍、心意還有站里。好了，加松很亮傻。對，哎呦，我們2個要加進去，那更不專業了。對啊，你吃加州的一個變稠的，所以我說評審根本就是有啊。對，就是那個今天來參加歌喉戰的來賓自己好自為之。對，我們不專業評審啊。對，看你們的人緣如何。哎呀，好吧，好，能夠讓你們繼續唱下去，表示你人緣還不錯。要不然就歌唱實力還不錯，好不好？對吧？好，來歡迎 TV 的來賓。TV 嘿，金曲歌后哦。來，彈開啦。力球好，唔係啊，我有黃方祖，黃方祖啊，方祖先生。
这是你的最爱。哎呦，个人带吗？王心宇，你带起来干嘛？你妈该意思啊！你重点以为你这个冲都唔好，你嫉妒人家啊！你就这个戴耳机，你知道戴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吗？而且你没有老师漂亮，你还敢戴？你们怎么都知道？我耳机放在这里，我是因为时髦啊！他跟着你，糟糕了啊！给等等呢？等等我以为罗哥要带我才带的。你看吧，罗哥假动作误导他了。拜对，心宇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这样，你说一下，你为什么？就像罗哥刚刚讲的，嫉妒，蹦出心伤，蹦出心伤，真的唱的太好了，太后堂，太后堂嘞，你知道吗？太后堂，等一下，皇后堂。哎，我们2个主持人够了。来，哎，蹦出心伤哈。对，根本就要用输2赢用敌嘛，根本就忘记要戴耳罩这件事情。那个听着，那个还有人会喜悦的表情都表现在脸上。我相反，我听着就悲从中来。哈，做嘛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说我专业的山歌子已经很久的一段时间，多久？2个月，大概有2小时，1年吧，1年，但是没有一次唱好过，真的。对，我觉得你可以放弃了，其实。在歌词的部分，哎，本季就起飞了，我唱高个欣赏啊。对，所以想说，给本你那个金曲歌后放出欣赏来，刚好可以请他救我。原来你戴耳罩的原因是这样子，就是越听就是越难过。希望我们 cue 你，然后来学一下这样。你要先让老师听听看你唱的怎么样。真给哈，欣赏周周的可以吗？欣赏可以，真的哦，真的你确定？非常繁衍，繁衍。老师，你的准备好，奶神丑都它不是你想象的哦，对，你要有点想象力，欣赏。有按洋葱嘛，我们糖了就底。欣赏我真的学很久，那我们请心宇来个舞台。心宇了。哎，你就戴着跟罗哥一样。对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情侣耳罩。哇！对，那今天老师在旁边。对啊，难得有要在几位做的好戏，真的。那老师你唱一句，他唱2。还是我先唱，心意先冲。老师这样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啊？说不定老师觉得根本不用教啊，就没有用。我真的研究山歌子很久，我也最会的就是山歌子。最会，对，冲来睇架弹琴。来，心意先来冲。哎呦，好紧张哦！好，来喽。似风流过台风，爱当中意太西洋爱糖啊，爱食材煮糖唔落啊。是做的嘛，经常做的嘛。其实你厉害，从两句讲係時逢國王，愛當中醫哈，你係表現當好嘅一件事情哈。頭先你唱嗰些梅音是大落去哈，大落去我知道梅音落去揚起來，揚起來啊！我唱太低了啦，係呐，你哋三個字唱啊，是唱人講花樣啊，唱你啊。時逢哦，時逢哦，就唱講花樣，你嘅起司轉音，起司轉音作潤，比如講啦，時逢哦，時逢哦，嘿，過來咧，過那望啊，哎呦，時逢哦，過那望啊，哎呦，好像很簡單啊，為什麼老師不在，我們就歪七扭八了？我是講花樣咧，時逢哦，過那望啊，我三下嚟嘅三到四，三下嚟嘅要貼絲，佢要貼絲，愛當中意你那。老師學過尹某尊。高一百。愛當中意你那。還用
抢拍式的方法，系嘛？爱动中意你呐，学到了没？哦，好难哦。是，快，你唱好我才答应哦，快点。老师带着我一起来。是风哦，高那梦啊，爱当中意你呐。梁山人中医眼都唔掉。老师，你先停一下，我给冲啊。来，去给他冲宽啊。是风哦，高那梦啊，爱当中意你呐。什么呀？哎，你要不要讲一下？我们为什么要连做法啊？行啊！对，我觉得进步吗？有进步吗？进步很多。你回去，你把它播出的时候，你把它录下来，然后就一直这一句一直 repeat。你这一句要在这里用很久，好好学一下。两句先好好了，下次期待你再唱给我听。好的，谢谢心宇，听回这哈，哎呦，对，跟亲友心好啊。欣赏唱头摆好的时间，敢不会堵到唱两种情形，有点糗的状况。爱好的时间哈，哦，唱歌的时间啊，也爱表演的时间。应该也会出糗吗？出来你就是老天爷应该就给你一个好嗓音。好嗓音啊！爱养好山歌的时间哈，个平板老山歌字搞唔清楚，搞唔清楚，搞唔清楚。你要不要搞唔清楚？没有。爱好清旧样学会呢，系哦，系啊，可以搞唔清楚就将错就错就唱啊，根本唔怕。有一擺嗬，我記得嗬，有一位畫家啦嗬，佢講做啲有請伊到現場鬧棚嘅下嘛，我講好啊，有啲機會嗬，當歡喜，就去了，你坐千多嘅觀眾啦，我講我哋下來唱一首山歌子，山歌子後堂，迄清唱啦。無咁講啊，結果我唱下去哦，唱平板唱到衰，我自家樣啲個我唱唔唱，不明我係要。喺言論講唔錯唔錯嘅，我自家唱到每自家唱唔錯，知道嘅專業用嘅乖乖嘅，啊你就揸唔掂就好了，揸唔掂嘅現場嘅觀眾朋友有冇？全部咩撞上，哎呀，因為唔掂個乜嘅山歌子平板。因為嘅去欣賞花言嗬，睇啲磨學創神跟你有咩唔一樣用？對，就會糖豆蛋，就會清後糖按用啦。哎呀，可能有啲人要排泄啦，客家人就本唔免字，有啲本唔免字，唱唔咗嘅想講本唔免字好啦。有樣哦，有哦，或者any歌聲嗬，阿哥嘅乜嘅山歌子老平板，好啦，這個差唔多。立秋啊，先生安尼搞落去，你看，嚴師就出高徒啊。去位戲面嘅先生就係立秋先生，對，厲害，真的非常厲害，客家精神。安尼王鳳竹先生，我帶了一條歌，係啊，一條唔拉，帶來一首是山歌子，老平板嘅主曲。主曲，安尼兩條歌，一次滿足。有同我。
中天中摕个黑马莎。我是因为要演茶经，所以才学。好客家话诶。哇，茶经它是完全不是客家人，没客家人，没客家人，我不会客家词。一个是福風，係對福風會聊嘅。心意應該哦，對啊，比係客家人，係咩會講客話？啊，講馬街客話。實驗啦。哎呦，不得了哦，不得了哦，港冲街嘅翹楚啊你。哎呦，说唱界的艺术家，说唱艺术家，是不得了哦。这个客家界，如果他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啊。真的，这还真对不对？真的，还有歌星证的不得了，罗哥有歌星证，有啊，你看是不是有够资深？很资深，歌星证碟嘛，该嘛？唔碟嘛，系嘛？该咩唔碟？都是 rapper 吗？对，客家界 rapper，算也是啦，算也是我们客家不是说唱是客家界的脱口秀啊 ，talk show，脱口秀，来，跟他来谈一下啦。好的啊，欢迎亚一位，说唱艺术家。好美的背影哦，好美的剪影，很强哦。从身体这样哎哈。对呀。大金子送本表示爱心意。今生就爱你，每撇散你，梦里春爱做你归。文养家少林先生。天然挂在心，千万记得爱你给你。啊，关相逢多难事，一心为你变下哎呦，罗哥不得了！小林姐，爱你哦！哎呦，大扎金子送本你，表示爱心意。今生就爱你，每撇散你，梦里春爱做你归。金子带数字，天然挂在心。千万记得爱你给你，啊，管相逢多难事，一心为你等下去。好大的蛋！哦，居然敢戴耳罩！哎，罗哥踢给戴上去，真的哦，我有看到。他二话不说，毫无犹豫，造型，抽影的啊，没，还有思俊，还有个童文成嘅，有冇？对，不是而且变两低了，来戴耳罩而言，有时候耳罩戴起来，你会听到更细腻的东西，更多的细节，听到更多缺点，就会比较细腻一点。可是你这耳罩没有线呢？对，但我刚戴起来以后，真的听不到，真的听不到啊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你回家哈更听不到，更听不到哈。对，不用在这里。对，更按奶糖。哎呀，还带了3个人呢。等一下。哎，彭思俊还有刘一成是怎样？不想问了，是不是？是你少林欣赏呢？含料收额。你要走。对啊。来，请问一下，哪一位要先讲一下？周满人家。对，冯世军。哎呀，你不要以为拿总冠军就很嚣张了。冯世军要给总冠军。哎呀，彭思俊，你看。小林老师的眼神。没啦。还是刚刚少林欣赏以葱呀属狗里面很经典嘛，然后老师的音色真的是独一无二，因为我现在好少听到低音 C 模上黑中低音很混，大音轻强，蔡琴的那种感觉，对，真的很有自动 echo 的那种。嘿呀，谁有着金子？
是送分。你还某天呢？清明节还会对哈。老师还会减速。老师老师一听某问题，周云某问题，因为真味道就是完全到位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戴耳机呢？你们给别的主题是挑战呢？自我挑战，要是各位对少年先生来讲太简单的啦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我喊你买唱客家版的王昭君好嘞。有两条歌王昭君啊，某客家版。哦，就会伴奏喊发的。没有，既然要唱那种古诗词的歌，不能那种白话唱，文读，就懂得你讲客家哈，做大概念用客家话念古诗词、唐诗宋词，还最好诶。像啊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你就说我们的处处闻啼鸟，很难懂难堂啊。这个要调得懂出懂难堂，全部会稳读，但是客家话念又押韵。有押韵那种的，所以刚才提的诗卷做嘛会戴耳机，你认为他拿歌星证的人，他唱这首歌，歌星的，按用共有脱离啦，所以算你过关。评审团决定给老师加分的机会。哎呦，还有加分题哦，一定要加分啊！你不知道歌星证可以买的吗？还能讲，重的买。以前很严格。哎，歌星证还好，还有证人哦，这个人还活着哦。哎呦，头摆靠歌星证，这个带乐队去伴奏，伴奏老师卖你嘛，两毛已经比没我来哦。哎呦，北原山猫的独赖老师，吴廷宏老师，他替我伴奏。独赖，没了，独赖不是独赖，因为这样子我们一起在那个陆军后勤司令部的火牛义工队，那我是演员，他是 keyboard 手，火牛义工队，对，这听起来好骚哦。田丹复国不是有个火牛阵吗？我叫俺妈妈，特别讲哈，考试我个妈考到火牛义工队，结果佢舌头哪用啊？老师讲，俺唔可以当腔呢，应该水牛义工队呢。嘿，火牛唔係水牛。杀气瞬间降低耶！真的。哎呦，刚刚什么加分题？有要干嘛？加分题？加分题就会来啦！哎呦，总冠军要不要？哦，要很多3块板，3块板大作奖啦，大作奖，我知道我表演，但拜来大家就定要表演，没有意思，搞你要得好嘛？不然知道讲，你们身在其中啊，就提供。才知道，哎，对，细节魔鬼藏在哪里？没错，我们也是希望学呀，对，我们简单一点。他希望唐先讲的示范你好，来，就编一小段。好，来，快知道大足脚哈。好，我有。哦，一大足腳，咪追法，行嚟講一套嘅質量，逐逢鬧年大擂台，手撕，對不起，沒想到國寶級的有個詞，沒啦，其實喺條絲講唔錯，看人都發現，大足腳，咪追法，行嚟講一套嘅質量，逐逢鬧年大擂台，數絲重逢向前看到笑哈哈。哈！有人用一些團哦，大家來練習好嘛？做的。戴眼罩、耳罩的神來哈。該用該前輪就出來。奕晨，澤偉新宇剛剛他們懂乖啊，澤偉懂乖。這個壞掉了，老師沒有聲音。是你壞掉了，主板還會壞掉？那有可能沒聲音。沒聲音。我用小林欣賞哎，就是2個手哈。兩個。凸面对凸面，然后就这样夹住。放松，你不要让它掉下来。而且你可以控制声音。这东东客家山歌啊，有冇？你用家讲啊，乜个？是风哦。是风哦。它这可以当做乐曲伴奏，就不会那么无聊。动作锣鼓点嘛。跟新语不冲变调的有冇？它就可以利用这个来修饰。还有。还有啊，这边还上有咧彩头，
竹叶就呆落哈，哎呀，唔免凊彩去，我要卡后背剁的呀哈，也还唱史夫粥哎，而且有分大中小版，而且打蜡不会蛀虫，你看来得set，然后你就抹空用，因为你常常用，它就会滋润，用身上这个脸上这个汗水，它的声音就会变，你看就会有光泽，所以我今天想。背言后卫送给夫，真的假的？就是那一些也都是吗？也都是你加持过的吗？全部都黑哦。我这好像可以刮痧，我还没有加持过，因为那都是新的，我这有加持过了。所以我的学生如果常常用颜色不一样，就知道比较有原因。就好像戴那个佛珠越戴越有味道，知道吗？对，你还没好好的给主板价值350K。哦，大傻都会落一团嘿啊！来，先从奕晨开始。奕晨来。大竹夹，麦嘴法，麦嘴法。呀，董聪因为是呼吸，你看大竹夹呼吸，麦嘴吐气的时候讲话。大竹夹，麦嘴法。唐爱讲一团结散，那个讲一段要变成连音，你做不到。唐爱讲一团结善良。唐爱讲一团结善良。祝福熬夜大擂台，重施厨师重逢，向前困到笑哈哈呀笑哈哈。做对了。没收，老师念得不好，对不对？有待加强，叫你念。哦，思君来翻，可以 give boy。来，因为至少大学有修过说唱音乐。哦，有练过。嘿，大竹夹麦嘴法，唐爱讲一团结善良，祝福老爷大擂台，舒适重逢相亲困到笑哈哈呀，笑哈哈。我跟你讲，这算年纪比较大的，他这个还可以。奕晨，他这个东西他搞不好在生命中没有见过，第一次摸到。对，没有摸到。秦老师用一个 rap 的音乐，好吧？rap， 然后直接讲那个，直接来啊！应该做对吧 ？Yeah， 有，大竹夹麦嘴法，爱讲一个天的亮堂。哇哦！连歌词都唱冇。祝福熬夜大擂台，舒适长虹，向前看到笑哈哈，笑哈哈。毛先生，他真的就是节奏感不行。真的，因为呀，他加个竹夹就会 rap。对，他加 rap， 就是 rap， 只是这个节奏不有点乐器用的不一样，所以罗哥可以吗？没问题吧？来，罗哥来。挑战！你说我要用新的，用 rap。我年轻人，我用你那个。什么？他感应不能比做可以做第5个大竹夹麦吹法，唐爱讲一团结善良，祝福老爷大擂台，舒适重逢，重逢，好嘞，不错。不过有个疑问哈，没有，是鼓手全部就讲结善良啦哈，结善良，做亮猜谜叫做亮不念错，你懂南唐，你们今天怎么都把不好听的话摆在说唱艺术里面呢？亮，这位应该梦梦啊，这位中国人除这个亮的西亚妹，因为节奏应该梦梦，太老亏哦。来啊！大竹夹麦嘴法，唐爱讲一顿结善良，祝福老爷大擂台，舒适重逢向前看到笑哈哈，笑哈哈。真的，果然是有拜过小林老师。妈拜过我，妈拜师，你们好可怕哦。他最近很敏感，因为他另外一个搭档，当你拜你又拜没啦，没俩意思啦，冇啦，给他拜是崇拜，对，好，大家都很厉害了，真的哈，对不对？好。
这个本来就是这个自古以来客家人都比较勤俭嘛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只有拿兄弟要养猪，不用去赶去后山砍竹子就可以用了，是不是？做不得，根本就都属于我刚才讲这个要板子还有分大中小迷你板，就是树胎，像罗哥讲树胎可能叫大板，那我们女生的手大概就中板，我也要大板。那有这样重要的还优秀的就小板，还有还都要搞小朋友啊传承迷你版就迷你版啊，还有这太高兴了，哇，什么西沙？这个歌星证用买的。他有人证，我有人证啊，对，不过真的是，现在出来唱歌是在有一点敬重，因为年纪大了，唱歌会退步的，再加上可能身体的关系，因为我有胃食道逆流，我觉得他很伤喉咙，所以我们做演员好像真的省发他抹针手啊，说人家得后伤人，然后讲哈，给啊。唔免拿来撞路人家哈，拿撞偏人的哈，所以他个身体就要康健啊。对，人家说这个富人哈，这个没有了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嘛，对不对？穷人没有了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啊，对不对？还有道理哦。小孩没有了健康，父母哭断肝肠。哎呦，家人没有了健康，天伦之乐。无法想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健康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不要松本卖你，松本还知道还松本，泽伟呢？其实世军也不错，可是泽伟他顺，那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刚刚那个耳罩没有戴起来，所以就得罪了老师来受奖了。蒙奇嘎给对啦，对，那副就送给你，可以啊，硬要拿你手上，他还有衣服可以穿，待会再送。这个有老师的手汗，不行，他自己养的。好了，谢谢小林老师，有什么设立欣赏的的节目，佳佳伦表演，什么来讲？谢谢杨老师。还有你看，哎，撒哈拉亚比哈，撒哈拉亚比不得了哦，其实做戏演有了冲过的。演员又当歌手，还在创作歌手哦。哎呦，哇，身兼多职，那么厉害，什么都要赚。对，那么表示他很有才艺啊，有才华，黑美，按你厉害嘞，给介绍亚比好了，来分享一下，谈一下，看看呢。让我在夜里流浪，让我在半路彷徨，崩爱行东亚面前叹息又曾穷，让我对梦里渴望，让我的现实逃亡，崩爱发现东东叹息又走高，分享东东。天是又下雨了，我不敢再关街太久，怕太累丧你不愿意走。你轻松3块给黑马萨，也许没有想要再见我一面，一次都请保镖给黑马萨，对我只是停不下对你的思念呐。随着不了紧迫，烧成了一团烟火，我的问候也救不了你的寂寞。得月这积水太漏，我退出那方空洞，空空的那把钥匙我又全没收。大雪纷飞也彷徨了，我搭着船来到门口，没有敲门，转身就走。你最胸腔中贴给黑马萨，可能色胸还过航空下，一次都请否点给黑马萨，对我只是几个留下的纪念，夸父逐日的眼，皮肤暗处的倔强的不灭，可人要我怎么追？后一下雨的剑中深深的心眼，求你的空间重新再轮回。咚咚咚咚锵
哎，然后欢迎这位来自东南亚的这个朋友啊，阿巴嘎巴尔，阿巴嘎巴尔，哎，知道吗？真的，对，我真的来自是印尼人。真的假的？没啦，我台湾啦。我最近在拍戏，在学印尼。哦 ，Pocky。哦，最近有碰到你也印尼人这样子。哦，哎，你很多声带，蛮像的。有穷，就是晒黑。晒黑。对。哦，还是你本身有印尼的血统？有吗？有可能哦。有可能哦。还是有原住民的血统？也没有呢，也没有，对啊，有穷呢，你还讲你？客家人嘛？我唔系客家人，唔系客家人，俺你客家人，还是你身世不明啊？其实，对，俺唔系客家人，俺美人，我是在茶经里面身世不明，我是因为要演茶经，所以才学客家话哎。哇，茶经哦，所以茶经啊，刚刚讲说演员。哦，就是你在茶经里面有担任一个角色，对，好棒哦！哎，茶经有上那 Netflix， 有啊，对呀，这个指标性的节目，所以哇，好后悔我没有，还好我没有接。上次好像不是这样讲啊，真的。第二集，不是那个戏真的拍下来会很辛苦，黑啦，而且可是它经典，是不经典？其实他演过很多戏，他演过很多戏。他为什么叫东东？他就是因为在演《翻墙记忆》里面东东那个角色。哇，粉丝来了，粉丝来了，叫做洪玉锦同学。这位老师为什么你为什么有发？因为我有资讯恐惧症，所以有任何一个演员，而且新的，然后你就会想要了解他，我也希望说，哎。你懂厉害，也没客家人，听得懂吗？给没客家人，给做茶，给没时间做 K 不 K 的时间，他学的竟然是海陆腔，是我最不会，最厉害。而且他最近有部电影，天样哦，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，真的要看。他在里面演一个欺负校花的小混混，是吗？没有像啊，有那个小屁孩的，小屁孩。哎，不光啊，堂姐狗很不会嘞，所以你不是客家人，但是你做客家创作。一开始我是喜欢写歌，然后因为开始学客语之后，觉得客语是一个很漂亮的语言啊，真的，然后很会，嘴巴很甜哦，来客家电视台，然后就讲客家。你讲啊，吃东西讲的是真实的呀，因为我们的音韵很美，真的很美。哎，我们歌曲，你看后期你们创作出来的歌曲，真的都很好听，后期不会输。不，早期也是一样，后期我看到你们年轻人前后期创作出来的客家音乐也都是非常的美，非常的好听。哎，那种新声音的加入好棒，真的哈。那都有款不务正业粉丝啊，是，谢。他是60万之一。哎呀，搞不好他没订阅啊。有，订阅。哎呦，哇。哎，他演一部茶经，如果突然要用客家叫，真厉害！佢客家茶经係係可以略強嘅，對啊，唔係客家人，用你配個台詞嘅時間，唔就會配清楚。你台詞應該要背到地老天荒吧？真的，我當初有找我嘛，那因為我那個角色就是要講這個海流嘛，本身吸煙啊，其實吸煙轉海流較夾。開腳，但是跟用時神力感冇好，所以冇講到，所以就沒有跟你對到戲，可惜啦。可是羅哥，你們有演同一部戲耶？哦，真的嗎？如果我演那個角色，沒有創業的那些鳥事啊，他有演。我去跟美紀聯誼，跟那個簡曼書。啊，我沒有對到戲嗎？沒有，同一出戲。平行時空，我們在平行時空啊，我是剛好去客串一下，那個角色，對。哎，不過他很厲害啊，哎，他是完全不是客家人，沒客家人，我不會客家詞，一個是學海風，係那海風會流嘅，對啊，新意應該學哦，對啊，係客家人，係咩會講客話啊，講馬街客話，私煙啦。你講的是煙，哦，那你在背台詞的時候要有什麼秘訣去背它？哦，對，背台詞那時候就是會有用一些諧音，但是我覺得後來最好的方式是了解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。黑馬街意思，黑馬街意思。但了解啊，我了解，但我不會講啊，怎麼辦？了解不會講哦，我通常都是背到做夢也在講。
亲离婚呢，从唔会讲，可以事后，他到后来还可以做客语小助教，真的好厉害，黑毛吼。希望可以就是多学。对，其实我们客家电视台成立以后，那个就因为演员部分可能资源比较少，他少。那请讲这地道的客家这个演员也不好找。记得我们演艺类后期他给他发了周表演。他们不是客家族群，但是他们也愿意投入，愿意在学习，这是很不容易。这很累耶，就好像我们对啊，我们去拍一个英文剧一样的道理。超，完全啊，挑了一个，可能要去英文剧演个哑巴剧，对，或简单台词，对，简单台词，没有，或者是那个病人有没有？对，植物人呢，躺在那里永远不用讲话，靠眼神 ，Thank you 之类的哦，对啊，可以参与到茶经这样的大戏，对，分享一下，贴咧，做得分享一下，对。那一种很运图参与茶金这个戏这样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全台环岛去拍摄这个戏这样，然后就去了就是很多的地方，然后大家就是在片场就会讨论说，你怎么试到这出戏的啊？因为其实大部分很多人都是不是真的是客家人，然后大家还说，你也是那个角色吗？你也是同样的角色吗？然后大家就念一样的台词，就是大家都还会背原本那个。结果大家都试过同一个角色，这样。总法规管理，他叫三两者的定三是两条腿。就是他一个角色找10个人来试镜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再选最那个。所以我没那么重要嘛。对啊。没有，你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不用试镜，对，你是还要试镜，为你定做的，后来才改做。他们没叫我去试镜，但是有发了一些。语言来给我学这样子，对啊，对，然后也找了一个语言老师啊，录音给我听这样，那很棒啊，那是量身定做，多希望你去啊，真的是哈，对啊，抢破头，然后罗哥就是可以推，他搞不好也录了很多给，不会，没有可能的啦，不然你现在打电话问那个曾国城，对啊，看他有没有收到，现在问曾国城，看牛叔的，我来问瓜哥一下，你有收到这个角色哦。对呀，不过今天是着重他唱歌，真的，我觉得好好听哦。就是有年轻人的那种气息，对，感不一样。歌词方面也蛮文青的，是不是？这位哥，对，这位哥专业的 DJ， 不敢。来，看到几个时间嘅东方，因为最近有當到唔係客家嘅朋友，你下投入嚟客家，不管係戲劇啊，不管係唱歌也好，我覺得我剛才一看他，我覺得你要不要回去查一下，你是不是有前幾代是客家人？因為他長得很像客家人的臉啊，就是像羅哥這種帥哥臉，有沒有？靠山這邊，沒有。而且我長得很像客家人，那個早期銅山郭台版那個。有嗎？追某些寶嗰種，很瘦，某些寶，才會那種感覺。然後你不覺得他有一個孿生兄弟嗎？誰啊？功德。功德嗎？不覺得他跟功德嗎？我覺得笑起來很像，他就是感覺有點功德，然後真的。有一點頭髮比較長的功德，對，頭髮比較長，而且他唱歌的感覺，應該是說氣質有氣質哦，氣質有窮。功德你知道嗎？我有看那個唱歌實驗所，對，功德，老家自己痛愛，笑起來也很像。好，這不是重點，重點是我覺得 DW 沈萌，你要謝謝你，這就是對客家文化這麼的專注，而且你剛剛出來，你唱幾句客語。我真的覺得你唱得很標準，你說得很標準，唱得更標準。然後有機會的話，我覺得希望可以聽到你在客語歌的創作。對，常常來節目玩，好嗎？歡迎你。對，更多的客家詞，好棒，歡迎。就這麼有才華，一定好好把它發揮出來。對呀，希望未來可以跟你們合作。好，我們都不用合作，好，都不用合作啊，好，不用合作啊，沒關係啊。他說我們就是大家一起啊，戴耳機啊，戴耳機啊。我們客家人就是比較小心眼。安親切。好了，帶了一條歌，好。那個下一首也是我的自創曲，叫做《泊船瓜洲》這樣的。有客語的部分嗎？有。泊船瓜洲聽起來好像古詩詞的名字。對，它是那個宋朝王安石的一首詩，然後把它引經據典。改編呢？對，改編融合我的那個歌詞這樣。歌詞融進他新的歌詞。你本身的這個是飽讀詩書的人嗎？我喜歡文字，喜歡文學這樣。所以你的學歷是
我应该是中山大学的剧场艺术学系。哇哦，所以你在这个学习的当中就学了很多文字方面的东西。对，好厉害厉害！来，弹给他一条。哦，那么个。泊船瓜洲，泊船瓜竹吗？泊船瓜竹。哦，来，弹看啦哈，新的歌谣来弹看。航渡转不归路，不敢继续前行，东雄老你分享，俩路轰动到梦想，你啥不得原谅，爱总对现实逞强。茫茫的最后该地方，金口挂舟饮水间，中山之歌诉重山，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？阿爸没老爱给陪我，青桑千笔老爱给安营啊，女性便宜同方言，亲兄对你公安自在。又在字里行间，不敢轻易松懈负。暗埋首书写，回头望不少几人，窗外海天一线，月光舒缓了疲倦。星星何时能不再坠跌？山里韬光亮辉，漫漫长路黑夜，有山海的雄劲抚慰，扬起风帆道别，这一次绝不后退，心中那块忧伤，来自于梦想一直难以实现。中山之歌诉重山，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？阿爸没老爱给陪我，青桑千笔老爱给欢迎啊，寒芒做出太思量，年用爱无法搭下。来看一下模拟中医癌的歌声。没啦，你不应该一开始出来时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跳脱那个。你刚刚那个剪影出来，我们就想要戴耳罩。剪影怎么戴眼罩吧？恋爱就爱恋，有情无义的。沙律亚 V 咪不得了个，然后讲嘿，你客家嘅新生，诶，咩唔穿清新的啦，诶，佢喺做主持人。没演演，没有主持广播。哎呦，你今天是叫他来抢我们的位置啊？没有，唱歌我们冲拱俺是他，那可能是他的弱项。哎呦，吃豆一俩在单 V 雷公。对，那有可能就是要叫来羞辱的。要戴耳机就尽量戴啊，就尽量羞辱他。不是哈伊啊，不是哈伊啊，对，好，还是配音员呢。因为道具准备了，不用白不用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带个一个这么漂亮，除了吉娜戴不下去之外，我有戴。你不要
针对我了，然后你讲。我们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被我们淘汰的。全部都狗猛狗 hell， 而且干冰那么贵哦。对啊，准备来还是它是假的？有啦，调到有喷工。有喷啊，哎，看他来糖。那租一台很贵的，一天。对啊，要不要叫他出来啦？好，来欢迎。后来叫他来欢迎。歌聲留下來嘅吉他，最愛嘅一首歌，愛強強來彈。歌聲留下來嘅吉他，唔管幾多夜。我卡唔是掛念，歡迎青春歌。全用一首歌，一杯酒，一聲音過一夜。人生一陣風，一陣雨，三茫唔是假。你講風雨，總會天晴。用一杯，用一碗來寫出勇敢。就用一首歌，一杯酒，一聲音過一夜。人生一陣風，一陣雨，三茫唔是假。你講風雨，總會天晴。用一杯，用一把來寫出勇敢。閃傻，哎呦，有閃傻嘞。歌聲留下來嘅吉他，愛嘅夢中。重多次。我看到買完帶起來淘汰。请这位阿哥啊，嘿啊，带着你的吉他离开我们的摄影棚。没还要封面吗？两冲嘛，有需要吗？你都被淘汰了，还要封面？淘汰还要封面啦，拜托啦。好啦，拜托了。有胸呢，有胸哈，有胸，有图的对象，没崇拜的对象。哎呦，哎，唔讲李冲又主持又干嘛？你今天来歌喉站，你来干嘛？我就想讲，本台给料消化一下，本台给 sell 一下呀，轻松一下啦。哦，那戴耳罩也刚刚好嘛。对，其实来看一下模拟中音的歌声的嘛。没啦，你不应该一开始出来时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跳脱那个画面。你刚那个剪影出来，我们就想要戴耳罩。剪影怎么戴眼罩吧？那个剪影一开始是这样子放。啊，这样子怎么了吗？哈，后来你又这样子，对，剪影，这个暗笛吗？剪影，对，你的皮影戏你有看过吧？有吗？对，暗公爱你知道我们是5点播的节目吧？没有，你那是深夜时段，寓教于乐，对不对？重播都得看，你不能因为碰到主持人你就做这种动作，要同流合，没有，什么？跟谁同流啊？跟我。唔讲你还要做过音乐剧哦？嘿，也不会我去做音乐剧嘞。哎呀，你去做音乐剧咧哈，准备啊？拄好礼拜啲高雄有演出啊，庆元的时间伫台中。哎呦，大家本用去创音乐剧的。杭州的，音乐剧哎，这不容易哎，音乐剧我跟那种像看很多国外的音乐剧哦，音乐剧啊，哇，那天从冲呢，然后演，还跳，韩国其实个音乐剧的歌词其实就会台词，我说佢啲冲的时间，当然因为放空，会放空，冇认真听，其实佢会当到信息的地步，错，啊用客家话发音吗？唔係，日本唔係客家劇，唔係客家劇哦，日本唔係。我之前有做過客家劇，咩冇呢？啊，天使也有啦，不過音樂劇部分就冇客家嘅。係就可能啊，嘅客味非就冇。唉，碰到你啊，又要 Q 部長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唔係，
K 帮安那下个好的，对吗？哎呀，人家精彩表演，台起家都会拿钱抢一演。他一百老太狗的名先下都。做得，还不过下矮嘅。可以，矮过来凶，用判法让总过去。俺们下对下播啊，你就 say 啊，你会胎啊，给罗哥就按胎，匾额就出来，报去提案。对，10比1这样子。希望了哈，有机会的话，哎呀，你梦做对了。对，哎，还有听说他担任过许多戏剧。青岛，哎，你哈嘎看哈，青岛给他遗言给字头。青岛，哎，我常常看他在脸书上抱怨。语言指导不是都要很那种大佬级的吗？冇，清厉害呢。80人些，冇啦。清厉害。还有常有办法做语言。拄好有机会，前辈拄好去当那只单位上班嘞，啊，佢就老几个算是托孤啦。托孤。有一天我早上起来就讲，哎，接到电话就讲，谁哪个老师把那个案子都交给你？我说啊。这么爱，系啊，我可能没办法，我就讲很，冇问题，那就好，反正有钱都赚嘛。如果有一些懂，他辛苦一些啦，辛苦啊。有的唔会讲客家话呀，就像客家啊，叫嘛，东係嘛，OK 哈，東。哎呦，英英这人就爱用。你算係懂音字呢，他算是很認真。客語小老師嘛。係啊，有啲人吼，不來。啊，記得有個 audition casting 4件事，如果你講你要講下嗎？會啊，我會講客家話，我會講，對啊，可以啊，你別看不起我。這樣子的有可能真給你要講。啊，你問佢講，哎，你姓什麼？我姓鐘，哎，那你可能不是客家人，有可能不是姓鐘，他就不是，要姓鐘。對，那你姓邱嗎？他說我姓邱，我客家人。沒，要姓邱。中的邱姓一條下按鈕，哇，他講嘢呢，那種私煙。我姓房。哎，走點。房子的房嗎？沒，草頭房。我媽媽也是，我要去福法。福法飯店。福法又福廉。對，你客家嘅方言啊，親切。真的，不是有上時候唐人他記得講方言，就提講，哦，你係客家人，係啊。講真，那個語言指導老師真係不容易的，因為說在每一個地方一個語言，這個發音冇嘛通用啊。其實就專攻西煙腔，像剛哈羅哥講，有可能有數到嘅6音嘅檔案。哦，主要記得6個啊。唔講冇，唔係特3音都有錯嘛？每3音中他都有，數幾禮拜都1000條嘅6音檔。數了很久，你還這樣？你看我多不重要，你看。難怪我們要戴所以查經制作單位也是亂槍打鳥。你這樣子以後就不能來，我跟你講。沒有啦，我是說其他出啦，沒有啦，查經冇關係。冇啦，唔係啦。不過真人太陽是懂音字啦，愛做欣賞嘅安尼音字來做，記得講都懂章，那就懂聽。從前年就開個蔡佳音老嘅那位嘅用音味金鐘獎，佢本來唔曉講客嘅呢，本來開一下佢，他對客話幾有興趣。但有咩稱號呢？你就大幫你對你客家話嘅詮釋。冇啦，就喊做的水準之上啦。客家之光。最主要是你願意搞啦，願意付出那種芯片。公用辦公就佢每充電喺度充過誒。今天有好多人戴耳罩了。對，他唯一一個被直接噴的，有沒有？奕晨是怎麼回事啊？奕晨哦，唔係啦，今日根本係張迪春跟哥哥安慰充過誒。冇，我充過之後把它帶起來。唔係，因為對啊，還是。因為你帶了才影響我們，曬一下不行。這個會傳染的，沒有，是大家不敢當第一個吹哨者。對，吹哨者。唔係，因為安陽將有更卡到嘅金鋪空間。對，金鋪空間，金鋪黃金的金鋪滿的空間。哎呀，老師好會教哦。我覺得金鋪空間那是大舌頭啊。哎呦，還有金鋪空間哦。哎呦，頭下架，你看，你們有合作過？沒有哎，沒有。哦，那希望有機會一起合作一下。哦，好不好？你跟奕晨有在那個兒童台當過姐姐，你們有主持個奧林匹克嗎？應該係主持人，把電視台兒少節目啦。兒少節目，對了，有。剛才我要考哥哥，他要考你。哎呦，雖然你老演到啊，當作係小朋友。剛才我用伴奏，將做嚟吸引演到嘅目光。
刚刚那样有没有很吸引？没有，不是小朋友，小朋友不懂，他不懂，我忘了儿童不宜啊。对，他刚在里面就已经被吸引了。所以可能他中意就会看卡通啊，嗰種係特別就會學嘅。像個海綿寶寶，哎呦，海綿寶寶，啊，就會攞給他好朋友。派大師，仲叫咩嚟咩？哈，是得海華聲嘛，其實兩位衝那個大擂台，小心眼啊！我愛你啦，叫咩當煙轉衝啊！哎呦，小心眼，唔好碰幹邊啊！好厲害啊！黑卡電視台講有播放海綿寶寶嘅卡通，其他嘅卡通有啦，有啲卡通有 P 咗黑化。對啊，所以安尼黑化大部分有啲都講單音嘛。我係做嘅日劇嘅較多，韓國做兩班。卡通嘅叫那個一群人，一表演一批。哎呀，厲害啊，厲害！好厲害喲，老師。是啊，真的太厲害了，對對。啊，剛唱的這樣，對不對？還被噴，對啊。那這樣還要再叫他唱嗎？唱啊，唱。下次好了，下次。那你回家多練一下。前面唱正屁一條，聽聽啊。哦，對，還會讓自己下台。我們真的 Q 你就對了。你們沒有耳福啦。不會。我們可以讓清唱，其實你們沒有阿福了，阿福，好客氣啊！本來想要騙他，說還有一首啊，快點，有一條，是誰住在石台地大風裡裡呢？冇辦法，做唔得。等下我跟你講，三太跳都出來啊！真嘅，嘅就厲害了。忙做哦，好啦，三太跳，我噴嚟，裝人哋噴下嚟，咁樣噴唔噴？好啦，謝謝啦，好吧，下一次有機會再過來搞下嚟，好，冇問題，好嘛，大家謝謝，好來回座休息。謝謝陳根。好，講下嚟亞比哈，亞比不得了啦，你龍潭 T K 嘅名人。哦，啲水中吐出來啊！兩棲動物，哎呀，兩棲動物，太鼻桶，龍潭太鼻桶底嘛，一共龍潭太家有底啦。是，用下來分享起出來。哎呀，睇佢充滿嘅歌嘅啦，哦。大家來出來衝神歌，衝神歌，唔裝閃條唔愛佢啊，唔裝閃條唔愛佢啊，講那個秘魯最強大嘅作業將那最美味。愛人要錢愛嘢，講乜計好就愛慢慢追哦，個情愛你比照見假橋。哎，卢哥好，哎，齐大姐好。裤子是痛透脸，你情何以堪啊！真紧呢！吼一炸人家龙潭的太鼻桶，对呀，
拿过来也没有给他水或荷叶，你给一条暗虫在孵中嘛？你至少给他一温池水。对啊，荷叶是，要不然为他造个景不行，不然你给他个蚊子或苍蝇，让他可以对表现他的长才，莫大欣赏。没有啦，没关系，因为没有人认得是不是尤兆琪老师？没有，大家都知道。其实什么？我以为他是罗国立老师不用太那更悲哀啊！罗哥，你就我们制作单位真的用心了哦，真的，我知道他用心了，但你为什么一定要配合他们？因为文化的传承某人做前面，没有人当前面的海浪，就不会有形成一个沙滩，拍手不会形成一个沙滩，会不会呢？先进看一路去读，按枪、按引导、按后上瘾，你有可能出来。就会隐蔽人用，没有人，没有先人。就没有先人牺牲奉献，对，哪来后人先人种树，我们后人才能吃。对，这点讲就是，但是讲那表演结束以后，这个歌唱比赛开始的时候，当我坐在那边当评审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皮痒了。我该要报仇的，我该报仇的。我跟他血恨的哦，你要记得是制作单位找你，对，不是这一些参赛，不是选把你个人情绪对啊带到那个，你还按游艇啊？因为制作单位有付钱给我们，然后也邀请我们。什么掉下来？内裤掉了。老师，你的贞操带掉了。哎呦，就不给跌下来后了，这种就让它掉下来好了。西藏烟哈。不，这样你等下出去也跳的。西藏烟某就这样。哦，西藏烟某就这样。对，那这种跟小马讲。心酸。你就对哦。辛苦哦。每到跟罗哥同样，没其他姐同样，给他冲罗哥按。大概又有哪个事情？奇怪哎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已经试了3次，真的哦，一穿就掉下来，一穿掉下来，就抽嘞，就以前早ก็卡到2片了，然后车尾，真的是。不过真的，我们要佩服我们尤老师，真他在我们客家贡献真的是那个大师级的，谢谢，受到暗用，必然的节目按牺牲奉献，这是应该的。嘿啊，很冲给有棍买酒，真对啊，哎，青米又冲上去啊，按辛苦中嘛。对，那个哈，这刚好一出来，刚好这。遮住掉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就那句歌词没看到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没有唱。我们有在旁边，帮你合音。有吗？有唐有，你有呱呱呱呱，有合到吗？最后一句那里有。哎，一彤，你刚刚也有带起来，我们刚刚全部好像都带了哈，对吧？前辈这样子的表现，嘿，欣赏对客家的贡献是100分啊！不止100分，1000分，1000分，1000分，都100比100分还拿多。唔过吼，你从后尾行出来。做该强怪的给什么？出白天的，白天的呗。哎，他这个不是白天，他是牺牲奉献。哎，你这么的讲白天，哎呀，没有变白了。这是他最正式的衣服。哎呀，你平常时都是原装出现哎，真就会怪一个散服啊。对吗？里面 V 都了狗还有粘，他特别有这套礼服，他平常都是不能按容易听呢，不能按容易听呢，因为这边的。足俩是散服呢，有罚钱呢，表示重视我们。不过说真的，我们真的很感谢，真的谢谢老师。我们站起来，老师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。老太就要后告，V 都后告按用，真的呀，按牺牲对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要这样走回去哈？没来敷胎呢，来敷胎呢，敷胎呢。你那个用板行路。用挑的吗？来，好，哎，我们谢谢老师，挑注意哈。好了啦，我皮肤也要这样。哇，谢谢尤老师，谢谢。看睇根本嘅节目内容，大家係唔係感覺到咁精彩呢？下禮拜還有更加多厲害嘅挑戰者，我哋挑戰你嘅腦熱歌喉戰哦。稍後嚟先休息一下，向下嚟欣賞精彩嘅腦熱音樂會哦。說唱哈唱，一三個摩擦用盡之後，搭配起來，他的聲音也不會說被你的聲音壓掉。哎，沒不會呢，給他上先輕後頭，哎，上肩後頭，地方給他很清脆。我喜歡你的聲音，我也喜歡你的聲音耶。不要這樣說，還蠻多人喜歡。應該大家都喜歡。
农业音乐会，哎呦，根本也不得了嘞！TPV 的罗哥啊，哎呦，请到了一位火辣女神，哎呦，为了你谋福利，是有多辣？嘿，超过像我这么辣，有没有很辣？那一点都不期待，对，期待值降低了。谁让你放这个音效啊？太过分了哦！唔讲哦，佢唔係客家人哦，唔係客家人，親有客家心呢。哎呦，當到唔係客家人，佢代表嚟上啊，呢節目都講叫客家心。係啊，當然哦 ，Vito 會打歌嘛。你看到兩表演嘛？你講嘛？哦，你剛剛這樣前面捧着，好像我沒有捧着啊，我就覺得有點奇怪，這樣。吳總啊，居然有拿人啊。哦，哎呀，這個女的真的蠻辣的哦。很辣哦。哎，這是相片，相片很辣，但是本人用版我就唔知了。本人就企喺人家頭前啊。哦，係，觀眾朋友蠻看到。你看到迄相片哦，本人在看那里哦，哦，看真的迄唔係像吉娜講嘅按辣，那麼辣這樣子哦，而迄發行新嘅一條嘅火龍果嘅單曲。哦，單曲啊，火龍果單曲，火龍果嘅單曲。哦，所以你看安尼節目做咩安尼哈，模粉乜嘅演演，模粉哦，睇自家多多嘅糖度，親後親讚嘅音樂。乜嘅作曲咧歌曲做一啲安尼節目糖度，所以人家選嚟糖嘅好糖嘅歌曲，啊，等下讓好好嚟訪問，好嘛哈，來。哎，先來歡迎張靜。天微微啊光，腳步愈行愈遠，親像佇彩市啊，你看到我的時陣。當我的叫我聲，敢講是你在叫阮愛去床，愛正常才三頓。寫予你的批，你敢有收到？我的心內話有看微微講出來的歹勢，就算幾百年了後，花開花謝，你若收到，莫有煩惱，莫有憂傷，莫驚世魂來我夢中，好無？頭一班火車，這時間你敢講咧困？想起囡仔時，你為我做的早餐，寫予你的批，你敢有收到？我的心內話有看微微講出來的歹勢，就算幾百年了後，花開花謝，你若收到，莫有煩惱，莫有憂傷，莫驚世魂來我夢中，好無？心內話有看微微講出來的歹勢，就算幾百年了後，花開花謝，你若收到，莫有煩惱，莫有憂傷，莫驚世魂來我夢中。講故事，予我聽，好無？
很感人的歌呢。哎，你不要这样捧着好不好？听完这首歌，我就觉得好像要捧着出来，好像会比较符合这首歌的情境。还好没事。对，有这样子的心境在。因为这首歌听说是有故事的，有故事的嘛。对，这首歌是我在去年发行的单曲。那会写这首歌是因为，在去年呢，我连续失去了3位亲人这样子。那在爸爸癌症过世之后呢，想着就是用他听得懂的语言为他写一首歌曲。然后因为爸爸生前是癌症，他就是舌癌割掉了一部分舌头，所以他不能够讲话。然后我们都是用书写沟通，所以想说在他去世之后就传达我的思念跟爱，就想说用这首歌就当作是写给他的最后一张信这样子。就是我手上的这个。希望在天之灵也听得到你的创作。对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他这个单曲。对，单曲，人家不是也会做成 CD 这样子？他与时俱进，他做成这个。对，这个是 USB。对，真的，音乐就档案就在里面，可以看很多成人片那种。可以存在。我们是合家观赏的节目啦，先不要。不用啊，没有沉重的故事的成人片，就把歌灌在 USB 里面。对，是的。你要听的时候就插进去。对，插到电脑里。不要乱插。插电脑里面，对，歌就出来了。对，就做糖豆咖哈，你给他冲了给条歌那条后糖的歌。对，后糖的歌，后糖的歌，后糖的歌。你知道你的客家名字怎么念吗？我不知道，刚刚有听你讲，但我不是很熟悉。来学一下，请再教我一次。雷多客家天师团哦，你要老开始给他闷吼。屯安尼客家天师观众朋友闷吼一下啊！来，搞一下。我教你一下，太家好，爱黑中枪，中枪，对，音乐有点像中枪哦，很像哎，没事，堂姐中枪，中枪，给他2次加反过来就要用啊，黑毛。张晋，你没有讲一下这个歌的制作人哦？这个歌的制作人是我们今天在场的吉他老师，俊霖老师，哇哦！你看刚刚那个歌，他有没有放感情？我们有放感情，再放 program， 对不对？不要讲出来。这整首歌的制作就是黑吗？是吗？是俊霖老师，对。真的，你看默默的坐在后面，我们都不知道后面有这么都不知道后面是龙蛇杂处，龙蛇杂处，后面就是很多大师啦。对啊，青头青厉害啊，真的啊，我们对啊，你看小康老师长这样子，也是大师啊，对不对？他长怎样啊？他长得人模人样，对啊。哇，这个对我们各位大师老师真的很厉害哦。好了，可以熄灯了，老师都坐不住。但是因为有这种想法，有这种想法哈，想要创作这个台语歌，你为什么不做国语？为什么不做客语？因为爸爸是闽南人，我想说就是用他的母语为他写一首歌曲这样子。对啊，他希望传达的是爸爸听得懂的语言。对。万一你如果唱客语，爸爸听不懂，他在上面也是可以尝试一下。他在上面，说不定他会自动翻译。他教的客语的朋友有收到。对。不过刚刚我其实听她聊了一下，她是非常坚强的一个女生。对。突然那她跟乡亲朋友讲一下，这个女生真的非常坚强，年纪轻轻的，她就其实在她生命当中就遭遇到很多的离别，很多的不舍啦，公司才发黑暗勇。对啊，就从小她应该算后来她都是自己一个人，非常的独立在生活。是的。然后可以这么坚强的生活下来，他也是活得有滋有味的。那你唱歌这已经有多久的时间了？大概有10几年左右。10几年。对。那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在念书的时候就在唱了吗？对，从那个高中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驻唱这样子，然后后来有考街头艺人的证照。街头艺人。对。很好考啊。没有，那个时候不好考。不会啊，很久，他是说很久以前的街头艺人。对啦，差不多10年前的很难考。不会，以前很好考，现在可能更难考，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想考。可是听说录取率很低耶。是吗？对，以前的街头艺人，因为考的人太多了，他的录取率大概就3%。真的？对，因为竞争太大了，这样。3%吗？
3%。那有30%，啊，才3%而已。那你们去考的时候有需要怎么样的表演？通常他会就是比较注重互动的部分。对你可能要跟现场的观众互动啊，请大家一起拍手啊、挥手啊什么的。我以为要跟评审老师互动，也是可以，也是要跟评审老师互动吧？有没有什么潜规则或者什么？目前没有。目前没有。他要怎么潜规则？他是户外的好不好？户外。对，我们是户外。在户外考啊？对啊，户外考，我们在那个国父纪念馆那边考。然后现场有评审老师。有，对，有评审老师大概5-6个这样子，然后他们会有一些是比如说捷运站的站务人员啦，还有现役的街头艺人，然后他们就会比如说你在考的时候，就是一群人过来，然后会给你大概1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呢你就表演当下呢，老师就会打圈或叉这样子。然后就决定你可不可以录取，对。所以你有考到了，对不对？有啊，考到几年了？考到好像也大概8年、10年左右了。那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走在台北街头，就可以看得到你的表演。现在好像不用考证照，现在好像直接申请你就可以去表演。申请地方是不是？对，是吗？去那个地方申请就有了。对，那我以前考到证照的，我不是我不是傻子，我去考干嘛？没有实力认证的，对啊，这认证就像你们以前歌星证啊。对啊，以前歌星证听说更难考。对啊，罗哥就是有歌星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年代我真的是很对啊，专业，就是你可以拿出来说嘴，我拿过歌星证哎，专业认证。哇，你好老好了，这个接下来我就听说你既然来到那哈嘎天使团，你今天好像要挑战自己一下。是挑战客家歌，对，挑战我的人生的第一首客家歌曲，真的，第一首哎，对，第一首，而且还挑战很难的歌，对，超难的，这首歌那你选简单一点的，写得好，没有写得太好了，一定要选这样子，不是，你就选一些像天空啊、老水有这种简单的就好了，对啊，你头发没有，他觉得吃果子要拜水桶，对，对，不会吧？对，罗哥的歌。谁会安江？谁会安？是不是？那个没什么挑战力。没有，这首很经典啊。你要挑战他的歌吗？不能说挑战，应该说邀请吉娜姐跟我一起合唱。我的荣幸，没有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对啊，为了想要赚钱，我一直私底下拜托你没有，演唱一下我的歌曲。我们待会后台结账啊。那真好。其实那观众朋友大概要懂戏份在那节目当中。唐那吉娜老师唱过，还好你今天约他，要不然他有时候不太开金口的。哇，真的是真的，我为了你才开金口的。是。对啊，虽然我几乎每集都有唱，但这集特别为了你。哇，好了，荣幸。来，我们请这个张静跟吉娜一起来合唱一首歌曲。好来，唱快了。上市的回头，无差黄昏的脚步，从大家播出的天让，没时间看得安清楚。3分的太阳的行经验，我们已走出山。温暖的笑容，分爱的世界已天光。刚刚的老爱讲加油，连总爱带他给你我。幸福的朋友，好的你的，让我做平等天空。佛茶用千支行，一行一样，一行一样，有远有长，在那条路上是走盘，也不长也不长，披风的世界，它从爱相当意。
加油，变做爱太太的力量。3分的朋友，好等一流，俺要走的登天宫。上场下场，一三个波长，用尽支行，一行一样，一行一样，有眼有行，在那条路上生死走伴，也不长也不长，恐怕图一条船，恐怕走一标长。天衣无缝，真的是，哎，那两个声音还蛮搭的呢。是哈。对啊，其实给嗓都按讲，给他嗓音算大的呢。你的声线其实算中低音哎，其实算呢，对不对？算了哦，但是它比较清亮，你比较厚实，我比较浊。没有，你也是很干净的厚实，对。它搭配起来，他的声音哎也不会说被你的声音压掉。哎，没不会呢，给他嗓先清后堂，哎，嗓先后堂，很清脆。对对对，对对，清脆，对，我也喜欢你的声音哎，哎，不要这样说，还蛮多人喜欢，好吧，应该大家都喜欢，对，哎，你们两个用恩音色了，然后你特别介绍他来俺的节目当中，对啊，因为你算黑。一是因为他唱歌真的很好听，他的作品《给两条狗》有一个作品啊，吃都有很特别的意义。古手嘎斯贡有其他的朋友，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观众朋友觉得说，哎，你刚好也遭逢这样的事情，是，其实有很多的歌或者是说音乐可以去给你一个抒发，或者是寄情于此。然后啊，吃都就做的给修给了啊，那会一部分会给 MV 给俺好朋友啊。他是我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认识的。对，发同个时间音视给。所以就有这个机缘。对，你就认为哎，这个人才不可埋没。对啊，而且他就是我觉得很有心啦。哎呀，因为 N G 龙史做的公益活动，我们其实有一个对象，那时候是有一个系列的，那时候特别做给那个恩友中心，是对，他其实结合很多的。各种各团体吧，去做这个表演。然后恩友中心其实就是有各地的街友韩式啊，然后他们可以去那个地方，就是可能可以去用餐啊，要公司时那些昆仪啊，你可以给片做表演的，就好像是游民收容所的那种感觉，算是一个休息的地方，可以吃饭。对，不像游民收容所，它没有那么大的范围。就是你可能生活比较困顿的一些朋友啊，你没得吃，你可以去那边，然后你们也顺便你们就有，你就做表演啊，有其他的团体啊，可能就是像他会提供义剪啊，剪头发，然后会提供一些可能大家会收集家里用不到的东西啊，我们可以去那边送给他们。对，还有衣物啊、鞋子什么的日用品。然后我就觉得他很有心，因为他很忙啊，真的。因为几个工作的关系嘛，几个都会礼拜的时间都是假日的时候要去做这些事情。有长期在做吗？有长期啊，有。哇，你真的好有爱心哦，真的非常的有爱心，很大爱。对，对，而且说真的，你本身像我们歌手本身就是有故事的人嘛，是。那我们把我们的故事把它表现出来、展现出来。哎，同样的，我们的观众朋友、听众朋友也同样，他们也有他们的故事，他可能也会投射自己的故事在里面。对，他相对就会接受，对不对？
好，你学这一首歌，你最难突破的是哪一方面？最难突破就是发音跟咬字的部分。咬字，对啊，因为其实讲中文或者是闽南语讲多了，有些字真的是这辈子没有发过，真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好难哦。比如说是俺吗？爱啊，爱我吗？爱，对，这个字其实中文没有。对，因为你给他讲有爱广东话那个不是，山东话有爱。那是俺吧？对，它发音还是有一点，就是些微的不同。不是客家的朋友都很难发那个音吼，真的很难呢，就是好像音标是 NG 的那种音，有一种鼻音那种矮啊、你啊那种。你讲一下跳那么。跳那么，你看还是一样，跳就是奇怪，跳就是转不过来。给松柏给战役欣赏用板稿 ，ten tell take it 跳那么，有了，这样就有了，对，可能需要念个很多次才有这样子。没关系，你多跟客家朋友在一起，没问题，常跟我吃饭就可以。多来上我们的节目。客家话就会慢慢进步。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也希望说，这把这个客家语言能够一直传延下去啊！不同族群的人也可以来啊。听说你好像跟那个原住民有渊源哦。对，因为我是台东人，然后从小是住在部落里面这样子。部落里面，所以你不是原住民？我不是。我是平地人。平地人，爸爸妈妈都是平地人。爸爸妈妈都是闽南人跟外省人。但是从小住在原住民的区域。对啊，我也很纳闷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没有被他们那个影响。你不会长得很像邻居吧？啊，你不会长得很像邻居？不会。隔壁的王叔叔，隔壁的叔叔。那讲话什么有没有小时候有被？应该很多原住民的朋友，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，然后就是讲话有时候可能就会会有他们的腔调这样子。很可爱啊，对啊。好了，来，这现在竟然跟原住民朋友有连结有关联，来一首好，没问题。接下来这首歌是阿美族的《马兰姑娘》，然后这首歌的大意呢，讲的是就是因为马兰姑娘以前都是爸爸妈妈就是主导你的婚事嘛，然后呢有一个阿美族的女生爱上了一个平地族的男生，然后呢她就是希望父母大人成全我们的婚事，如果你不同意的话。我就要躺在铁轨上，让火车撞成3节。但是因为太过写实，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都会说，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，我将会肝肠寸断，很难过这样子。肝肠寸断，咚，很难过。是一首情歌来着。是，所以马兰姑娘宣誓决心的歌。马兰姑娘是这个故事。是的。知道。你唱的应该都是歪歌版本。对。想听呢。马兰姑娘应该大家有听过这个旋律，有，应该都蛮熟悉的。对，好，来，有年轻的朋友来诠释一下马来姑娘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原住民的粽子，排湾族叫做吉拿富，然后呢也有叫做阿拜，有给推动给富茶餐就有卖的。它的里面是包山猪肉，然后还有小米，然后最外面的叶子可以吃，叫做甲酸浆叶。然后它其实小米跟最外面的甲酸浆叶都是固胃的，对，所以吃了不会胀气。
干巴达，马基高嘟噜，嘟噜爱，努嘎苏里。这个旋律有啦，旋律轻快，有听过，对对对。刘哥真的会耶。他没有这样好不好？那是印第他们有这样吗？真的很厉害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，这是狂野系的。对呀，对呀，狂野系的，喝比较醉的，跟比较不醉的。你们那个丰年祭什么，一定就是大家就是一起那边嗨，就是闹年啊，吃酒啊，跳舞啊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哎，对呀，你讲到这个原住民，那你是属于跟阿美族在一起，还是哪一族？台东那边应该是卑南族比较多。哦，阿妹啊。对对对，阿妹啊，佳佳。哦。就跟他们同一这个族群，没有，是隔壁部落的。隔壁部落也很近啊，隔壁部落比较远一点点。卑南族都出美女耶，阿美族也是啦，哎，卑南族原民都很漂亮啊，我觉得。原住民轮廓特别深。UFO 冲狗真的很厉害。哎，不过他们那种像他们那种祭典啊，还是什么，应该很好玩。很好玩呢，其实很棒。你都会去参加？其实会，因为我家住在他们的成年聚会的时候，就叫做巴拉罐的隔壁。所以是被迫参加，因为你就住在那。对，卑南族，所以卑南族的，哎，你会讲卑南族的那种简单问候？我会简单的问候。卑南族的你好吗？叫做 Inabayudia。哇，你讲的很标准呢，是吗？对 ，Inabayudia。不是那什么干尼。哎啊，他那个没有哎。啊！以前我们听到那个，还是你的是台方俊大哥的那个，方俊大哥吃饭叫做干尼，喝东西叫勒布，都吃喝就叫干尼勒布。哦，也是有这个说法，我有听耳闻过，很老的，我有耳闻过这个部分，还是不是卑南的？不知道是阿美还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因为好像每一族的吃饭来说，就是会对应到中文的脏话的，就是国粹国字的部分，有吗？还蛮多的，还蛮多的。因为跟河洛语的不一样嘛，河洛语的会不会原民听到觉得，哦呦，好啊，找我吃饭这样子，其实在骂他。应该是不会，应该是不会，应该是不会。哎，刚刚讲到这个是丰年祭，啊，那你应该有常参加过？有耶，蛮常参加的。住在部落那里。啊，丰年祭哦，你看每年阿妹如果回去，她台东，好热闹哇，就你会觉得特别嗨。对对对，他们族群的那个凝聚力好强哦。就会有个丰年祭那个时候啊，然后大家就是都会从外地这样子回去参加他们自己的祭典。对，黑毛哈。对他们卑南族的话，每年的丰年祭是在年底12月28号到12月31号有一个叫做大猎祭的部分，然后对，打猎祭的打猎没有它其实算是大猎祭。对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祭典，然后呢，就是村里面成年的男性，然后呢，他们都会就是去山上打猎，然后就待个就是可能1周或者是两三周才回来。这么多天，其实传统是要待很久，可是因为现在可能就是去个几天这样子。然后对，回来之后呢，12月31号的时候，就是部落的妇女们，他们会拿着花环，还有那个香槟酒，就是香烟槟榔酒。然后去那个就是山下迎接他们回来这样子，迎接勇士们下山带着礼物回来了这样子。对，他们真的上山打猎，真的是酷哦，很好玩哎。对呀，很有趣，还有这样子文化的。有机会真的是可以去跟原住民朋友这样生活在一起。一般人可以参加吗？一般人可以，但是时间的话，每一个部落的时间都好像不太一样，可以上网查一下这样子。哎，也还有种胸片，这个我知道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原住
住民的粽子。对对，台湾族叫做吉拿富。对，台湾族叫做吉拿富，然后呢也有叫做阿拜。对，有个推动个复查餐就有卖了。那看起来一定就卖哦，不会嘞，就好吃，很好吃哎。他们的那个好像是小米吧？对，它的里面是包山猪肉，然后还有小米，然后最外面的叶子可以吃，叫做甲酸浆叶。然后它其实小米跟最外面的甲酸浆叶都是固味的，对，所以吃了不会胀气。对，罗哥可以吃。真的好。对，糯米不能吃，小米可以吃。可以，固味。看到就肚子就饿了来，教我们一下那个。我觉得罗哥不用教，罗哥刚跳得很好哎。那个就是丰年祭，大家就会这样。罗哥这样跳就是了吗？就是非常简单的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就是脚一前一后而已，对，然后可能就左右走一走这样子。然后像他们那个每次原民的那个结婚他们最后一定要跳那个手牵手。罗哥不是这样的，这是台中恰恰这种，不是这种老派的舞步。不是。台中恰。这是电音三太子，电音三太子，某公腰。所以就是像刚刚那样子，前点后点，就是前点后点，然后顶多手举起来，然后脚往后这样子而已。对，但是大家围在一圈，然后中间有个萤火，我觉得也是很难的，真的很棒。那个真的有机会，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跟原住民玩一次，真的很好玩。参加他们婚礼也可以，对啊，对，然后最后大家都是会。可是其实原住民婚礼很少人在吃饭嘞，通常那个菜啊一上来之后夹2口，他就直接整盘端回去了。他们就是连打包都不打包，直接整盘带走，连盘子带走。他说：“我要带回家吃。”就反正就喝酒就对了，对，不用吃饭，就喝酒、唱歌啊、跳舞，对，然后你还可以去唱《无言的结局》，去唱 game， 都可以，都州的，对，他们都很开心，他们就这样子，尽量，很乐天的民族性。刚刚一开始长顿雅给跳哈。那个是那个创作台语歌曲，基本雅嘅心，基本雅嘅心啊，基本雅嘅心，对，听起来它就是属于现代的新台语歌，对，新台语歌，它跟我们那个年代传统的东西是比较不一样，它比较新的东西，对，然后又有你们年轻人来诠释，再准备个2首，你现在才1首单曲嘛，你再创作个2首，对。变3首，你就可以报金曲奖。我以为你再准备个2首，我帮你发片。我以为罗哥要讲这个，报名专线请下。这边。对啊，再叫老师再帮你弄个2首。俊霖老师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俊霖老师可以吗？点头了，可以录影存证哈。对，然后就报金曲，我们这段不会剪掉因为现在这种比较新兴的这种台语歌会比较少。对，确实是，主要其实这种新兴台语歌是一方面，我的台语讲的没有这么标准，但我觉得不管什么语言，就是台语啊，或者是客家话，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文化，需要被传承下来。就是尽管你讲的没有这么的标准，这么的好，但我觉得也要尝试去学，然后尝试去做。对，而且好听的歌曲也不分语言的嘛，对不对？是，这是真的。好 ，OK 哦，再2首，再2首，凑3首，你就可以报最佳女演唱人奖。女演唱人不是在这边吗？他客语的不一样，他客语的，还是你要出客语的啊？没有办法，我可以协助你。客语现在角逐了，台语反而现在比较弱一点，真的。台语什么哪里弱？台语大家也很强，这是台语大前辈在那边乱讲，该得奖的都得了，对，乱。好了，今天给你董凡一这个油腔段的总枪，张晋来段的节目哈，多支持。所以呢，新的团语歌曲大家要多去支持啊！基本你嘅心，董友好，董善良。懂有爱心的一个小妹，好，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尾声了。谢谢你的到来，谢谢张姐，谢谢大家。大家有好聪国的朋友，急来报名打电话来，09666766传真天发，0177781232等台几个打电话。好，这边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，没有多支持安尼总枪。张晋，基本你的心，好烈推，加油！卑南话怎么讲？卑南话加油！卑南话加油！没有学到，fighting！柯老师们，小柯老师，还有没有去欣赏？谢谢，辛苦了，俊霖老师。
我们今天一条准时时光的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强下来，再见，拜拜。